囡仔开始叫热，时代嘛无用试试替囡仔规划活动，因为一寡人惊热，特别走去山顶看看。像讲溪头森林园区交通真便利，真侪游客特别爱来行搭。在地业者设体验泡茶活动，阁会当食好料的。若暗时有光雕表演，这个丰富的内容，互游客一届就会当爽透透。一群人伫个森林内底安尼厝伫涂骹坐，风微微啊吹来，实在有够透心凉的。游客伫个茶艺术的小界，安尼斟酌来去品味这个无共的茶叶，后温真芳的茶气，搁伫个喙内底安尼发出来咯。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森林里面，然后听着老师讲解每一种茶的特性以及泡茶的技巧。那每一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以及它的特色。那总觉得说自己泡出来的茶就是最好喝的。伫个啉茶的时阵，也都会当享受到大自然的薰陶精。这就是这个溪头森林园区，因为伊离市区无偌远，有民众拢会选讲来这闪凉。当地业者阁设出这个体验行程，要互民众来知影这个茶道文化，阁来结合在地食材，要互游客会当嘴饱目嘛饱。当地现捞现煮的哦，香气逼人。新鲜赞！无论是炒这个山芹菜，也是热油来煎虾啊，逐路拢是微青笑的滋味。若是安尼，还阁有这个音乐乐天的这个光雕秀，五花十色的光彩来斗打这个音乐的节奏，互这个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拢安尼忙。这款多元阁丰富的活动，嘛要互游客，就算讲是来到深山哪来，嘛袂感觉无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